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來學習今天的經文。5月21日，星期四。在了解事實之前就妄下斷言，是愚蠢且羞辱的。箴18章13節。問題：根據箴言18章13節，如何確保在做決定之前掌握所有資訊？想象一下，你受邀參加一個社交聚會，你應該去嗎？如果你不太了解主人，或對聚會的安排有所疑慮，最明智的做法是及時詢問一些問題，例如：聚會在哪裏舉行？什麼時候舉行？有多少人會參加？誰負責監督聚會？安排了哪些活動？會提供酒水嗎？這些問題的答案將為你做出明智的決定提供依據。然而，僅僅收集資訊是不夠的，全面了解情況至關重要。例如，如果你發現有不尊重聖經原則的人會參加，或是酒水供應缺乏適當監管，就必須分析風險。活動是否有可能失控，變成一場混亂的聚會？彼得前書4章3節，在做出是或否的決定之前，全面評估情況，可以幫助你保護自己的靈性，並做出明智而冷靜的決定。在行動之前花時間思考和提問，是智慧的體現。在生活中，透過綜觀全局，你不僅可以避免困境，還能展現你對自身以及指引你行事的原則的深深尊重。繼續培養這種寶貴的謹慎。祝你明天一切順利。願耶和華上帝賜福你。此致。